2016年2月，佳和由3位專科醫生及一間診所開始。我哋好清楚，醫療唔只係專業，更係一份責任。由一間診所發展到而家有超過30位專科及家庭醫生駐診，服務涵蓋超過20個專科同基層醫療範疇。而每一次成長，背後都係同一個信念：為病人提供更全面、更可靠、更貼心嘅醫療照顧，更細緻嘅服務。因為我哋始終深信，真正重要嘅係點樣照顧好每一位病人。我仲記得我加入佳和嗰陣，規模唔算大，睇住佳和慢慢成長，同時自己都成長緊。隨住團隊嘅成長，我哋建立更加多嘅專科同支援設施。新成立嘅佳和肝膽胰中心，透過全方位照顧、關懷及專業醫術，贏得不少患者信任，實踐以人為本嘅醫療承諾。當病人面對複雜或者患症個案，往往需要見好多唔同嘅專科做檢查、轉介、覆診。透過跨專科綜合會診 MDT， 不同嘅專科醫生一齊討論病人情況，協調治療方向，為患者同家屬提供一站式、個人化嘅專業醫療方案。跨專科合作咧，對病人真係好重要喎。我曾經有個病人咧，就鼻咽癌患者，咁咧我就會將佢轉介咗俾我哋腫瘤科醫生去做治療。咁經過一段時間嘅治療之後咧，個病人咧其實會有電療、化療之後嘅併發症。咁例如佢會有鼻竇炎啊、流鼻血啊、鼻咽嘅骨枯，呢啲咧都係我哋耳鼻喉科可以處理嘅一啲嘅症狀。咁我同金醫生咧喺應診嘅時候咧，就發現女性朋友咧總係將屋企人嘅健康擺喺第一位，但係當自身出現健康問題嗰陣咧，就要再遲啲睇啦，再遲啲睇。咁所以咧，重點關注女性健康嘅 FemWell 女士健康中心咧就應運而生啦。FemWell 由跨專科女性團隊主理，係一個專屬女性使用嘅空間，設有登記區、休息區、診症室、影像室同埋更衣室，確保整個診症過程有足夠私隱，令女士可以更安心接受治療。我哋嘅初心咧係為唔同年齡啦或者人生階段嘅女性咧提供全方位嘅健康管理。我哋關注嘅咧唔單止係疾病嘅治療，仲包括精神啦、營養同埋體格嘅全面照顧。加上專業嘅婦產科團隊，我哋能夠喺預防啦、檢查啦、治療到長期健康管理嘅每一步，成為女性健康旅途上面嘅可靠夥伴。因為我哋相信真正嘅醫療係一班人同一個方向一齊做好每一步。喺 COVID 期間，我同團隊攜手制定應變措施，確保社區能夠獲得安全同埋及時嘅醫療服務。同時咧，亦都參與各種媒體嘅教育節目，包括今日疫情，希望以所認知嘅角度，為大眾帶嚟清晰嘅疫情資訊同埋防治知識。佳和當時仲自設檢測中心，仲上門為地盤工友提供 COVID-19 病毒檢測，同時拍攝衛生教育短片與檢測教育影片，令工友加深對疾病防控嘅認識。多年來，佳和一直參與預防健康及乳癌關注活動，資助基層女士免費接受乳癌篩檢。除咗醫療工作，我哋亦一齊走入社區，參與有機種植，令我哋可以用更團結、更有力量嘅方式，將健康同關愛帶到社區每一個角落。10年嚟，佳和一步一步成長，真係因為每一位醫生、護士同前線同事嘅堅持同付出。大家唔單止係做自己份內事，而係會互相補位，目標一致，以人為本，建立誠信醫療。展望未來，佳和會繼續發展更多專科中心，深化跨專科合作，同時係醫療服務以外，加入更多健康管理嘅元素，繼續更多10年攜手同行，
成就百年樹人嘅目標。